拉姆納拉揚拉姆。當一個人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時，他同時也在召喚整個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世界上有許多神奇不可能一次性敬拜所有神靈，正因為如此，大神導師巴拉克布拉馬查理將這句種子咒語拉姆納拉揚拉姆賜予宇宙，讓人們可以誦念這句咒語，召喚宇宙中所有存在的萬物。人們不應想着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能帶來什麼好處，而應以純正無私的心去念誦，這樣做將喚醒他們的心智和意識，從腳到頭的所有輪穴都會被激活，意識能夠自由地旅行到任何行星或地點，離開身體後又返回體內。誦念拉姆納拉揚拉姆會喚醒你的意識和辨別力，你開始理解對與錯的區別，你可以隨時念誦這句咒語，規律的念誦有助於緩解抑鬱。人類應遵循自然法則，而不僅僅是遵守經書上的文字，因為那些經書是人寫的，是人為的。神存在於每個人體內，存在於每一粒土壤中、空氣中、水中，無處不在。人們需要明白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可以帶來生活中的巨大轉變，因此請繼續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為你的生命指引一條新的方向，充滿成功與幸福。如今周圍的環境越發惡化，人們難以辨別對自己來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一個人的真正信仰存在於他的心中和腦海，你必須遵循那條內心之路。飯後睡前應坐在床上打坐冥想，也是一種敬拜。你是阿拉的僕人，你自己就是神。記住你是誰，問問自己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去哪裏，死後我會帶走什麼。冥想這將照亮你，使你變得智慧並充滿能量。在今天的環境下，我們必須與拉姆納拉揚拉姆的名字連接，因為只有拉姆納拉揚拉姆有能力為你糾纏複雜的生活帶來清晰和方向。當一個人與拉姆納拉揚拉姆連接時，他會獲得對生活的新視覺，這個新視覺賦予我們新的能量，引領我們走向成功和充實的生活。